好了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演完了。走，小心点。我来。一下子全都搞定了。你呀，以前上课老是偷懒，现在知道自己学艺不精了。哇，这么多银子啊！哇！罗小弟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，幸亏你反应快，不然我现在只怕已……朱哥哥，对不起，刚刚都是我大意了。 主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就好。你先通知外面的侍卫兄弟进来搬银子，我再检查一下，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机关。啊，注意安全。嗯。朱哥哥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别再生气了。你以为我生你的气？ 是你不小心触动机关吗？没想到，在最危险的时候，你最先救的，竟然是他。你是因为这件事情生气啊？那你也太小心眼了吧！你看他武功不行，所以我肯定要先救他嘛，我得保护他嘛。你从小在我心里就是最强的，你肯定能保护好自己啊。但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同时遇到危险了，我第一个救的肯定是你，再救我自己。 你呀，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能装多少是多少，快！多多益善，多多益善啊！痛快，真是太痛快了！今天晚上的经历真是太刺激了，我必将终身难忘。哎呀，可惜不能让史官把今夜的经历全都记入史册，更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了。要是让她知道了，肯定有说把你带坏了。那可不就是你这个老大带坏我这个小弟的。嘿，你现在是赖上我了是不是？那好，不赖你，不赖你啊！老大辛苦了，等回宫了以后呢，我就重重的赏你。赏我呀？赏我什么？你说个数。 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我也不能狮子大开口。500两，300两，200两成交。你越来越小气了，你不会赖账吧？我发誓，绝不赖账。我以我本人做担保。我要是赖账的话，到时候我就把我这个人赏给你。哎，算了吧，你一次用膳就要吃上上百道菜，我可养不起你。 如果你要赖账的话，我自认倒霉呗。狄太医，今天晚上真是辛苦你了。我真是没想到，身边还有你这样一个全才，不仅医术好、武功好，还懂得机关阵法，懂谋略。让你做一个太医啊，实在是太委屈了。等回了宫以后，我一定好好提拔你。主子，其实今夜此次行动能如此顺利，并非臣有多厉害，而是臣的运气好，事先得到了裘贵庄园的机关地形图和卫队巡逻表。你能得到如此机密的东西，是裘贵身边有人给你做内应？
是。看来真是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啊！我一定要做一个有道的天子，不能做一个无道的昏君。龙小弟，我相信你。李公公得罪了。主子，你终于平安回来了。你要是再不回来，奴才也要吓死了。李德福，这件事情你得替我保密，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太皇太后，要不然我就砍了你的脑袋。只要主子能平安回来，这件事情奴才就当不知道。艾老板真是一个爽快之人啊！真是啊，又财大气粗啊！哎，这项也没问题，对，我没错。艾老板大手好。老爷，银子都验过了，都是成色师做的官银。好，艾老板，真是诚信之人呐！我们商会已经准备好了1000担粮食，就在码头仓库里。如今银子已经交割完毕了，可以放粮了吧？那是自然啊，去，带着艾老板的手下到码头交割一下啊。是好的，跟我来，请，这边请。哎呀，艾老板，真是大善呐！您行此善事，上苍必定眷顾，此次劫难一定可以安然度过。裘某在此，先祝愿艾老板早日康复了。多谢裘老板吉言。我在府上已经设下了酒席，艾老板，上个光，也让裘某尽一尽地主之谊吧。好说好说，倒是让裘老板破费了。老爷，不好了，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老爷！慌什么？说，庄园进了盗贼，银库里的银子少了整整3万两。这3万两？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昨夜，庄园进了贼，盗走了3万两银子。你废话！啊！这么大的事，现在才来报？报了，今儿4更天就发现出了事儿。庄园管事马上派人给老爷还有巡抚大人报信儿，可等到5更天没见回音，庄园管事就派出了第2批、第3批人报信，可还是没有回音。庄园管事意识到事情不妙，便让小人骑马绕行了10几里前来报信，这才顺利进了城。哎呀，这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啊？艾老板，我那几批送信的人，不会是让你的人给劫了吧？你说呢？这么说，这批银子是从我庄子上劫的了？你说呢？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去，把这件事报告给巡抚大人。是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，把他们抓。别嚎了，你外面那几条狗早就被我大哥解决掉了，嚎也没用了。你。爷爷，咱们不能把银子都给他们留下来。把银子全都抬出去，交给李护卫发放给灾民。走吧，松儿。等一下。爷爷，
我想了想，应该在这几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脸上留点墨宝，也相当于给刘德昭那个狗官下了战书了。意下如何？这倒挺有趣儿的。别动！再动的话，拿刀在你们脸上刻字了啊！这边再写一个字啊！都给我老老实实待着。好了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写完了。行了行了，别鬼叫了。知道我爷爷是谁吗？告诉你们，我爷爷的字那可是价值连城的，最好在你们脸上永远不要洗掉。给你们还有刘德昭敲个警钟，知道吗？走吧，孙儿。走吧，爷爷。慢点啊，爷爷。好，谢谢啊，终于有吃的了。哎，老爷，谢谢您。哎，老爷，您可是活菩萨呀，是吧，乡亲们？各位不必谢我，其实我也是皇上指派下来赈灾的。你们手上拿的粮食和银两，全都是朝廷调拨的赈灾银和赈灾粮。接下来，朝廷还会有更多的赈灾计划，帮大家重建家园，度过灾年。谢谢皇上，谢谢大家，朱哥哥，灾民们暂时得救了，你怎么不高兴啊？灾民得救，我自然是高兴。可如此一来，却是在帮康熙和大清朝廷收买民心了。大人，干什么呀？你们这是？老爷就不能有点自己的时间吗？大人，舅老爷的库银被盗了。你说什么？银库被盗了？不仅被盗了3万两银子，还有1000担的粮食，也被那帮人分给了灾民。待卑职得到消息赶到码头时，那帮人已不知去向。消气，这些刁民，这是要造反呢！去看看。老爷，闪开！让闪开！呀！你慌什么？老爷好着呢，小心你肚子里的孩子。慢慢说。棍儿和那几个商人被人给绑了。啊？看看去。走。棍儿啊！你知道轻点。棍儿啊！这是哪上当了？怎么不起来？这人怎么了？啊？哪个不要命的干的？你到底出啥事儿了？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别吓我！你这是怎么了？来，先起来说啊！先起来！别帮我！我说啊，怎么回事？谁干的？邢爱，
以前没打过交道，京城来的客商，看见了吗？看见我的脸了吗？让我抓到他，我扒了他的皮！刘德昭，这事儿你必须得给他做主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他这脸，这脸弄成这样，他怎么见人？他怎么活呀？你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？什么时候被人这样欺负过？我跟你说，这事你要是不给他做主，我跟你说，以后你就甭想来了。别好了，成何体统啊！有事回家说去。这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居然敢在我小舅子头上动土啊！若是让本官抓住，非得给他碎尸万段了，扒了他的皮，扒了他的皮，给我喂狗去！你听见没有？喂狗！娄小弟，这杯酒我敬你，谢谢你为了老百姓，肯跟我们一起铤而走险。老大，这杯酒应该是我敬你和你大哥才对。要不是你们兄妹俩的话，我还不知道有多少大清的子民要惨遭刘德昭和这些贪官污吏的迫害。我现在一想到刘德昭跟裘贵那副嘴脸，肯定十分狼狈，我就觉得特别好笑。可是我笑不出来啊。这次出巡以来，我见到了太多平常在宫里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我在想，如果我们大清的官员每一个都如此贪赃枉法的话，那我们大清的江山还能长久吗？看到那些灾民收到一点点赈济的银两就三呼万岁，说实话，我很震撼，也很惭愧。我们大清的百姓是多么的善良，对官府的要求是多么的低微，而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是多么的失职。娄小弟，为了刚才你说的这番话，我再敬你一杯。易欢呢？康熙心情大好，拉着易欢陪他喝酒。他们现在正在院中饮酒赏月呢。大师兄，小师妹跟我一样，都是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，你千万别介意。我知道，我会克制我自己的。太子，其实这次的行动我是一直不同意的，但是你却一意孤行。一来你们出生入死，倒是帮康熙收买了民心；二来你在康熙面前暴露的太多了。虽然康熙表面上嘉奖于你，但是内心也难免不会对你和易欢起疑心啊。我明白，但是我别无选择。康熙身为大清的皇帝，为了灾民都可以去冒险一搏。如果我为了一己私利而畏首畏尾的话，那在欢妹的心里，她会怎么想我？易欢怎么想你和康熙，这并不重要。你所做的那么多，难道就是为了讨一个女人的欢心吗？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是大明最后一个太子。我没忘，我也不是为了讨易欢一个人的欢心。刘师傅，就如康熙为那些饿死的灾民落泪一样，那是他身为当今天子的良知。而我作为大明最后一个太子，如果连这点良知都没有的话，那我还有什么资格去跟康熙争这个天下？师傅，
大师兄说的对，正因为他是大明的太子，他才必须心怀天下呀。幼稚！这古往今来，有谁打天下靠的是妇人之仁？想要心怀天下，那我问你，你怀的是谁的天下？是爱新觉罗的天下，是大清的天下。你想要心怀天下，就必须要先打下天下，你才有这个资格。六师傅说的是，徒儿受教。龙小弟，你可认得此字？这不就是龙字吗？那你可知此字何意？老大，你是要考小弟的学识吗？那小弟可能会比老大你强上那么一点点。这龙字啊，本意是指能带来雨水的神物，在此呢，则既指春天的雷雨。耳者闻也，而与龙联合起来，表示耳朵听到春雷声。本意指这个年老耳背的农夫啊，平常无法与人交流，但在春分时节，他能听到春雷响声，便知道该下地播种了。后来慢慢变成现在的意思，指称别人耳背的毛病。龙小弟，若论这番学识，我自然是不如你。但是今天我想给你讲另外一层意思。你看这个龙字，是龙跟耳结成的，这个龙指天子，意思就是说，其实天子的耳朵只是个摆设，民间的疾苦是听不到的。多谢老大指点，对小弟来说，犹如醍醐灌顶，顿生觉悟。此次出巡以来，我这双耳朵总算是打开了。等我回了宫以后，再也不会让我这双耳朵变成摆设。龙小弟，一言为定。为了你这句话啊，我再敬你一杯。下雨了，哈哈哈！最近雨势还挺大。看这个雨势，山西的旱情应该能得到缓解。这都是主子您宅心仁厚，感动了上苍，所以上苍才降下甘霖，拯救万民呐。想不到这场雨一下就是3天，真是一场及时雨啊，缓解了山区的旱情。这场雨虽然缓解了旱情，但是错过了播种的季节，灾民们仍然需要救济。我知道，我会让朝廷继续赈灾，
让灾民们平安度日，直到下一个收获季。龙小弟，看来你这双龙耳真的打开了，能听见民间疾苦了。主子，咱们还是少在外面走动吧。前些日子发生那么大动静，一定会惊动官府。索大人出去调兵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万一在这个时候发生什么意外的话，那可不得了。我想看一看刘德昭他们会如何行动。再说了，那是我们的易容，他们认不出来。就是嘛，你要对我的易容术充满信心。主子，你看现在街道上，这个灾民比以前少了很多，多半是他们领到了钱粮，又看到旱情得到了缓解，所以都回家去了。只是这些钱财还完全不够，有一些住得偏远的灾民，还有一些老弱妇孺，就完全没有得到救济。主子，像那样的行动，可一不可再，还是等索大人调兵回来，拿下刘德昭这个贪官，再安排可靠的官员，严格执行朝廷的赈灾计划，才是长远之计。说的有道理啊。我跟你说，听说前些天有人在码头上给灾民们分粮分银。哎，龙小弟，咱们都成了官府通缉的江洋大盗了。怎么会像是田美呢？活菩萨呀！对呀，是呀，哪怕是活菩萨，现在都四缺难保了。这劫了官粮官银，可都是杀头的罪啊！是啊，就咱们老百姓啊，最可怜了。逆来顺受是个死人，这官逼民反还是个死啊！你说他们这些好人都被抓了，多好的皇上，太可怜分粮了。老百姓真没有活路了。待我回宫之后，一定要将刑部那些盗案发回重审，只有那些真正打家劫舍的盗案，才判死罪，而那些被无良贪官逼得走投无路的囚徒，全部从轻发落。龙小弟，你简直太圣明了！怎么了？他不过是随口一说，你还当真了？你就这么容易被他感动了？你不信他说的吗？我觉得这次来山西对他感触挺深的，他刚才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只怕他的真心不过是一时头脑发热。你别看他现在义愤填膺，对官逼民反的百姓充满了同情，但只要回到了紫禁城，他的心境和立场立马就不一样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他最先考虑的是如何维护朝廷的权威和自己的龙椅，而不是百姓的疾苦。朱哥哥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心里怎么那么失落跟害怕呀？环美，我知道你对康熙充满了幻想，但将来你就会慢慢明白，他绝对不可能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。让开，让开！官爷，求你再仔细看看这画像，和老朽只是略有几分相似。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这三个人看上去跟老实巴交的，哪有胆量去劫官粮官银啊？就是啊，看他那个小身板，个个瘦的跟皮包骨头似的，就算有那个贼胆，也没那个能耐呀。行，这三位活菩萨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给灾民发放完钱粮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肯定是有来历的高人啊！就这帮饭桶，只知道欺压老百姓，他们哪有本事去抓人呢？就是啊。还不是只能找几只替罪羊上去交差呀？可是这三个人只是跟通缉的要犯长得有点像，当官的无凭无据的，能随便判人死刑啊？要证据还不简单吗？这帮官老爷哪个不是无中生有、栽赃陷害的能手啊？这可是死罪，这犯人不认罪，当官的他也能硬判啊？嗨，只要进了公堂，还由不得你不认罪啊！三木之下，何共过久？对，到了秋后，三个人头落地，这案子就了结了，官老爷又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走，咱们去看看去，看看巡抚大人。看看去。对，走。龙小弟，怎么办啊？他们不会真把无辜的百姓屈打成招吧？咱们也跟上看看去。也不知道要怎么审啊！哎，咱们快去看看。走，快点！跪下！让开！主子，现在怎么办？临出来之前，为了预防万一，我把那道圣旨带了，要不然以钦差的身份进去问一下。不急，咱们先看看这个刘德昭怎么办这个胡乱。
这也不让我们进呐。走。王13、胡二狗、谢大牛，你们说你们并未劫粮劫银，可是为什么从你们家中搜出了失窃的官银跟粮食？讲。大人呐，小老儿实属冤枉啊！那些粮食和官银，不是官府赈灾分给咱们灾民的吗？那夜在码头取了好些个灾民，每人都分到了1斗粮食和1锭银子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小人更冤枉啊！那夜小人听说有活菩萨要在码头上给灾民们分钱分粮，本想赶着去的，不料小人的娘子摔了一跤，把怀了3个月的孩子划掉了。等小人安顿好娘子，赶到码头，银子和粮食早就分光了，活菩萨也不知去了哪里。小人的家中穷的只剩下4面墙了，也不知差爷们怎会在家中送出这些粮食和1锭银子来。大人，大人，小人冤枉的。小人那日夜里在家照顾病重的老娘，赶去码头也去得晚了，什么都没分到。哦，今早有人拿着画像在小人家门口望了几眼，问了小人几句话，随后那人便送了小人1袋粮食和1锭银子。小人正感激不尽，赶紧去给我那快饿死的老娘熬粥，谁想到还没等到粥熟呢，这时就来了几个捕快大人，硬说小人是盗抢官粮官银的贼啊！大人，小人实在是冤枉。我算看出来了，他们是拿着画像对比，看谁长得像就抓起来栽赃。小人冤枉，大人！大人要大人明察！大人明察！大胆的刁民，你们竟敢诬陷本府的公差！来啊，传证人！带证人！这架势我看着都害怕，何况寻常老百姓呢？参见大人。好了，都起来吧。谢大人。主子，他们脸上那些墨汁啊，是我之前加过药的。要是想洗掉的话，除非搓掉1层脸皮，不然的话1个月都别想洗掉。这些梁上丝毫没有吸取教训，脸上的字还在，却又在陷害无辜百姓了。他们竟然如此不知悔改，将来我便命人将这些字刺在他们脸上，除非他们撕掉脸皮，要不然一辈子都洗不掉。真的？那就太痛快了，这就叫做恶人自有恶人磨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也是恶人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古往今来哪个皇帝不杀人啊？一句话不就血流成河吗？难道不是最大的恶人？环美，就算主子说了，在宫外可以畅所欲言，但你也不能不知轻重，胡乱说话。我知道了。龙小弟嘛，宰相肚里能撑船啊，更何况你是皇上，所以你肚里可以撑100只、1000只，可以撑上万只啊，所以你肯定不会跟小女子计较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行了，别说那么吵，我都听不清公堂上的动静了。哦，你们几个证人，认一认前面这3个，他们可是那日打劫你们的匪徒。没错，大人，就是他们。好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大人冤枉！大人冤枉！
王13， 5个人都指认你们，你们还有何话要讲？大老爷，老朽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这是我等从那3人家中搜出的迷药。这些迷药和迷刀府中守卫的那些完全一样。大人，大人，小人跟老娘直肠挨饿，早都不想活了，就连买包老鼠药的钱都没有，哪里来的钱买迷药啊？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小人和娘子也饿了好些天了，家中若有迷药，早就不管这么多，先吃下去了，哪里还能留到官爷们来搜啊？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卑职刚刚在高级药铺调查到，王13前些日子曾去药铺买过药材，这些药材正好可以配出强效迷药。这是高级药铺掌柜高老师的书证，大人请过目。哎呀，谢大牛、胡二狗，你2人没钱买迷药，那这药一定是王13配好后送给你2人的，对吧？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小人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王13啊！大人，是啊，小人到现在都不知道您说的王13是谁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老爷，小老儿前些时日确实到高级药铺买过药，只是想配一些迷药药兔子，怎敢拿这些药去药人呢？大老爷，更不曾把这些药分给2个不认识的人呢，大老爷。真没想到，他们连相关的伪证都做好了，看这手法，简直是轻车熟路。看来他们早就商量好了，如果找不到我们3个，就要拿这3个无辜的百姓顶罪。你们这些个刁民啊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敢抵赖？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！还不赶紧给我速速的招来！你们是如何勾结江洋大盗，盗取府库官银的？大人，小民冤枉啊！明察呀！大人，一群刁民，刁民！事到如今还敢喊冤？好，来人呐，每人重打30大板！看你们还敢嘴硬！打！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！官爷，我是冤枉的，放我出去吧！冤枉啊！大人，你这就好，放我们出去吧！放了我们吧，冤枉啊！我说你们抓错人了嘛！啊，你们真的抓错人了，我不是什么乱党。啊，你们都是乱党啊？我不是，我家是开馒头店的。有一天，官爷到我们店里抓走2个工人，说他们是反清复明的乱党，还说我是他们的同伙，任我百般辩解，他们就是不信。我也不是啊，我家邻居出了个乱党，官爷就把我邻居全家还有相邻的几户人家全都抓走了。我就更冤枉了，我只不过是看附近菜市有一个老乞丐挺可怜，我就时常接济他，没想到那个老乞丐居然是乱党，官爷就说我资助乱党，不由分说的把我全家都给抓了。小孩真可怜。哎，不过你们都放心吧，既然大家都不是乱党，官府早晚会查清楚，放咱们出去的。妹子啊，你就别想了，一旦进了这里，就别指望能出去了。这些年到处闹乱党，京城闹得特别厉害，这顺天府尹就喜欢抓乱党。
听说只有活抓进来的，没听说有活着放出去的。那他们总不能滥杀无辜吧？还不是为了钱吗？听说他们每抓一个乱党，都会获得不少封赏，按人头点，抓的乱党越多，封赏就越重。咱们呢，可都是他们的摇钱树。那他们这样冒领封赏，欺君罔上呢？难道不怕皇上砍他们头吗？皇上高高在上的，不出深宫，又怎会知道这里的猫腻啊？更何况，就算他有所知晓，只怕宁愿错杀100，也不肯放过一个。咱们贱民的命啊，在皇上眼里，也不过如蝼蚁一般。不是的，皇上不是这样的，皇上很体恤百姓的，他是个好皇帝。小妹妹，你怎么知道皇上不是这样的？难道你见过皇上？没有。我们家之前有个亲戚在皇宫当差，他跟我说的。皇上若真是圣明天子，这下面的官爷又怎敢如此乱来啊？你们等着。来人！我要举报乱党！来人啊！我要举报乱党！你说我们抓错了人，你不是乱党，是皇上身边的笔墨侍书李义欢。没错，大人，我是为了见大人，所以才骗狱卒说什么我要举报乱党，但根本没什么乱党，我也不是乱党，我是宫里的女官。臭丫头，你当本官是3岁小儿吗？这宫中哪来的笔墨侍书的女官职位？我本来是宫里的答应，笔墨侍书一职是皇上特意为我设置的。皇上特意为你设置了职位？这么说，你很受皇上的宠爱了？那为何皇上不直接封你做娘娘，而先封你做答应，再封你做女官呢？依大清的律例，这宫中的女官是不可能独自出京的。而你却为何会女扮男装，坐着乱党的牛车进京？那车夫，本官已经审问明白了，他此次进京的目的，就是为了纠结一帮同党，行刺朝中的要员。不是，误会了。我这1个多月前跟皇上去山西微服私访，结果这途中遇到了歹徒抢劫，我跟皇上就走散了。你们听听，难怪这臭丫头敢加入乱党，原来是一个无知无畏的疯丫头。皇上怎么可能去山西微服私访？这1个月来，皇上的确罢了朝，但皇上天天都在宫中与太皇太后潜心礼佛，为大清祈福，缓解旱灾。你这谎撒的也太匪夷所思了吧？也不是，这皇上是怕自己泄露了行踪，才托辞说什么罢朝礼佛的。你要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去问皇上呀。你以为本官和你一样疯了吗？敢拿这么可笑的话去问皇上？再说了，你以为皇上是想见就能见的？这1年之中，本官也不过是在上朝之时，远远的瞧上皇上一眼罢了。可我说的都是真的呀！够了，本官可没工夫听你在这慢慢的编故事讲笑话。快说，你究竟姓甚名谁，家住何处？为什么要加入乱党？在这京城之中，还有哪些人是你的同伙？我叫李义欢，但我真的不是乱党。要不然你去问问那个索额图索大人，他知道。索大人可是皇上跟前的第1红人，本官岂会为了你一个疯丫头去找索大人讨骂？那你去问问那个太医院的李建清李太医，他是我哥哥。你这故事越编越离奇了，感情满朝的要员和你都是非亲即故，越是如此信口雌黄，东拉西扯，本官就越相信
你就是图谋不轨的乱党。来啊，把他押入刑房，本官要亲自审审他。大人，冤枉啊！我真的不是。不招，招不招？不招，不招，招不招？不招是吧？不招是吧？臭丫头，你现在是继续给本官讲故事呢，还是老老实实的把你的那些同伙都给供出来？我投降，我供。本官看你和寻常女子不同，有些胆识，想来在乱党中的地位一定不低，你供出来的同伙一定很有价值。大人英明，虽然我同伙不多，但是他们的地位都很高，他们都潜伏在紫禁城里，伺机刺杀皇上。哦，这可是大案呐！你的同伙叫什么名字？我同伙，我只知道他有个代号叫龙三，我跟他有一套特殊的接头暗号。如果大人您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引蛇出洞，将功赎罪。好，快说快说。来，快点把这都点着，点着了以后都放上去。大人，这孔明灯啊，一转眼就升到空中去了，到了天上以后，就那么一点点，城外的人都看不清，史淑姑娘哪那么巧就看见？皇上让你放你就放吧，啊！其实史淑姑娘能不能看见孔明灯并不重要，只要皇上心里有个寄托就行了。这放孔明灯，真的是你和龙三的接头信号？真的，这个龙三嘛，他在宫里潜伏着，所以他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夜空看。这个孔明灯最好半刻钟放一次，越多越好。他只要看到了，肯定会来京城第1酒楼跟我会合的。好吧，本官就姑且信你一次。如果你敢骗我，大人，咱有话好好说，能别这样吗？我长得这么如花似玉的，我怎么敢骗你呢？我还不想让大人砍我脑袋呢，是吧？放。龙小弟、猪哥哥、雪姐姐、叔父，你们几个一定要没事了就多抬起头来瞧瞧夜空啊！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求你一定要保佑他们，至少有1个人能瞧见我这孔明灯啊！拜托了。大人，我要的烤鸭怎么还没上啊？正在做，你别急。你的同伙龙三怎么还没有来啊？正在来，您别急。臭丫头，今天已经是第3天了。本官按你说的，在紫禁城东西南北几个门已经放了有3天的孔明灯了。要是你的同伙还不出现，
那你就一定是在戏弄本官。本官一定会看了你的头的。大人您别急嘛，龙三肯定会来的。大人，您想啊，这龙三潜入宫中当奸细，那他行事肯定十分小心啊。您想引蛇出洞，对不对？那就得有点耐心呐。龙小弟、朱哥哥、薛姐姐、叔父，难道你们这3天都没有瞧见我放的孔明灯吗？你们要是再不来救我，我可就要被砍头了。客官，您的菜来了。客官，您的酒放这儿慢用。酒楼里的小二怎么都这么脸生呢？我们以前潜伏在这里的那2个探子呢？难道都换人了？烤鸭来了。二位，您的烤鸭。二位慢用。糟了，这个也不是我们的人。那我们安插的那2个人呢？难道今天全都轮班休息？你要的烤鸭已经到了。管他呢，先好好解解馋再说。万一真没办法送出消息，被这顺天府尹砍了头，也不会是个饿死鬼。如果你将这只烤鸭吃完了，你的同伙还没来，那我就要将你这个小丫头给宰了，做一个烤全鸭吃。您放心吧，大人，他肯定会来的。您看，我吃这烤鸭是不是得配点酒啊？要不然您给我上一壶杏花春。你的名堂怎么这么多？不是名堂多呀。你想，你要是抓住了这个行刺皇上的反党，这得多大功啊！你赐我几口酒怎么了？没准我喝完酒，哎，那个龙三就来了呢。就先让你继续摆谱。若是龙三不到，小二，哎，再来一壶杏花春。好嘞。微臣参见皇上，快免礼。谢皇上。怎么样，有易欢的消息了吗？易欢的脚受了伤，我派人带着皇上画的画像，在山西进京的必经之路上打听，所有的饭铺、酒楼、旅店、客栈都打听了，终于打听到，易欢一个人女扮男装，拄着拐杖，在往京城的方向赶路。最后一个见过易欢的人是京城西郊一家面铺的老板，他说他亲眼看到易欢上了一辆牛车，随着牛车往西城门的方向去了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易欢应该是平安回京啊，可他为什么不回宫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按理说，这么远的路都平安回来了，这已经到京城了，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。这尹一连3个晚上在御花园放了孔明灯，易欢要是看见的话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这只能说明易欢出事了。会不会是反清联盟的人把他给绑了？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这反党在朝中一定会有奸细。若是知道了易欢和朕的关系，那难保不会打易欢的主意啊！皇上，臣听说那些反党虽然处处跟朝廷作对，妄图恢复朱明王朝，但是却从来不敢绑架妇孺幼童的勾当。那要不是反党的话，那又会是谁呢？这吴三桂和刘德昭的爪子再长，也不会伸到天子脚底下来啊！再说了，易欢就算脚上有伤，那他也是有一些功夫的，寻常的地痞流氓根本就拿他没办法。到底落在了谁的手里？微臣也觉得此事有点蹊跷，眼下只能多安排人在四处打探了。你一定不能大张旗鼓，必须暗中查访，要不然的话，易欢就更危险了。微臣明白。丫头，
你一只鸭子都快吃完了，人呢？您别急啊，这不还有一个鸭头没吃完吗？您放心吧，在鸭头吃完之前，它肯定会来的。可是这只鸭子你吃了2个时辰都没吃完，这分明是在拖延时间。冤枉啊！我只是刚才吃的太饱太撑了嘛。大人，您放心吧，我这个同伙啊，他没准现在因为宫里有什么事绊住了呢，现在正想机会溜出来呢，对不对？反正您放心吧，他肯定会来，已经等了2个时辰了，那也不怕再等会儿吧，是吧？好，本官就最后再信你一次。要是到了天黑，龙三还不到，本官可就没有耐心了。会来的，会来的，一定会来的。龙小弟、朱哥哥，我已经黔驴技穷了，你们要是再不出现，我可就真完了。臭丫头，这天已经黑了，龙三还没有来，这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这不刚吃完一个鸭头吗？我估计还有1炷香的时间，龙三肯定就到了。够了，臭丫头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连本官也敢戏弄！没有啊，我怎么敢戏弄您呢？我真的有个同伙叫龙三，潜伏在宫中。大人，大人，那个车夫终于招了。根据他的招供，卑职把另几个潜伏在京城的乱党一网打尽。但那个车夫说，这个乘坐他牛车的小丫头只是顺路打车，不是他的同党。哦，当真？卑职问过另外几个乱党，他们都说这个小丫头不是他们的人。你看，原来你果然在戏弄本官。冤枉啊，大人！明明一开始我就说我不是乱党嘛，您说的呀，要打要杀的，所以我才胡乱招供的。可你一开始也没说实话，而且还敢冒充皇上身边的女官，那不是被吓糊涂了吗？我只好胡乱编瞎话了呗。现在好了，既然事情已经查清楚了，那是不是可以放小女子走啦？多谢大人。站住！如果你没有戏弄本官，本官或许还可以放了你。可现在嘛，就算你不是乱党，多半也是江湖骗子。来人，给我带走！明日连同那批乱党一起问斩！冤枉了！哎，皇上，您不必担心，世淑姑娘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可是朕的眼皮跳个不停，心里也有些发慌。朕总觉得一环好像遇到了什么危险。皇上，您这是关心则乱了。皇上，微臣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怎么样，有消息了吗？京城中有好多人都拾到了孔明灯，上面写着龙三出会地点。臣马上带着一环的画像去第1酒楼打探，终于打听到了陈妹的消息。原来他被顺天府尹甘国泰误当反党给抓了，现在已经押往刑场要问斩了。怎么又看到了？都在楚军那里，是吗？哎，你说这不绝对是人人都乱党？乱党什么乱党？这呀，10有8九是被冤枉的。真正的乱党就那么几个。哎，听说啊，朝廷重惩捕获乱党的官员，每抓一个乱党都有绳子，得多了有官惩的。原来如此。朱哥哥，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了。从小你对我那么好，可我就知道欺负你。这下好了，以后再也没人欺负你了。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着就死了，我死了以后你千万别难过。
你找一个嫂子，好好对她。我会在阴间祝福你们的。臭丫头，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还想耍什么把戏？大人，我真的没耍把戏，我之前真的没骗您。其实我说的那个同党根本不是我的同党，他是我的结拜兄弟龙三。我们俩结拜的时候说好了，虽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可我这都要死了，他连最后一程都不来送我。龙三，我为你受了那么多的苦，我救了你那么多次命，你一次回报都没有。结果我这回京了，还糊里糊涂的把命给弄丢了。而你呢，就知道躲在宫殿里吃香的喝辣的，都不来找我，不来看我。龙三，我诅咒你，以后喝水塞牙，走路摔跤，除非你还清你欠我的所有利息为止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李一欢跟你断绝结拜关系，以后我们再也不是兄弟了。好了，午时3刻已到，行刑！刀下留人！谁在喊刀下留人？龙小弟，老大，真的是你吗？我没在做梦吧？我早就来了。你早就来了。大人，我说的同党就是他。真有同党？没错，这个同党就在你面前，快抓住他！来呀，把这几个闹法场的给我绑了！大胆！我看你们谁敢动手！甘国泰，你这条疯狗，你老养昏花了啊！连我索额图都不认识了。索大人，索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还有谁来了？大人，您这招引蛇出洞，没把蛇引出来，没想到倒引来个真龙天子。跪下！皇上！各位臣民，各位百姓，朕接到密奏说，顺天府尹甘国泰贪赃枉法，为求加官进爵，竟大肆抓捕良民，冒充反党，滥杀无辜。朕现在就下旨，对所有在押的乱党全部重新审理，无罪者当场释放；对过往同类案件也全部重新审查，如系冤案，全部平反，并由朝廷进行抚恤。皇上圣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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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虽然救下欢梅，还有其他几个联盟的兄弟，却又让康熙收获了民心。顺天府尹甘国泰贪赃枉法，草菅人命，证据俱在。来人啊，摘取他的顶戴花翎，移交刑部审理。这皇上饶命啊！微臣知道错了，皇上饶命啊！走，微臣知道错了，皇上饶命啊！欢梅，哥，让朕来。
朕终于找到你了，你终于又活色生香的出现在朕的面前。皇上，你刚才那么任性张扬的把奴婢抱进来，这要让太皇太后看到了，又该说奴婢魅惑皇上，坏了宫里的规矩了。朕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你放心，有朕在，谁都伤害不了你。我问你，你那么早到刑场了，为什么那么迟才露面啊？朕既然去了刑场，那当然不能只救你一个人了。朕还要体察一下民情，去看看这个顺天府尹甘国泰到底做了一些什么。但是朕在暗中布置了众多的大内高手，会保护好你和四九的性命。对了，你居然在刑场上公然诅咒朕，还说要跟朕断绝结拜关系。那还不是你啊！谁让你不敢来救我的？我连着放了3晚的孔明灯，你都没看见吗？朕也连着放了3晚的孔明灯啊，差点就这么错过了。其实我嘴上骂你，说要跟你断绝关系，那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因为我怕我真死了，你就会应了那句同生共死的誓言了。朕知道，你一向是刀子嘴豆腐心的。就是这个甘国泰太可恶了，你好不容易从刘德昭的手上逃脱，又把这些贪官污吏给抓起来。你放心，朕一定会一个一个的办了他，替你出了这口气。你不光要替我一个人出气，我只希望你可以记得在微服私访的时候你对我的承诺，整顿吏治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你放心吧，朕不会忘记的。但是朕现在不想谈国事，你等着。花儿，你看看，这是我。朕的画工怎么样？也就比我高那么一点点吧。朕还以为从此以后只能在画上见到你了。我也以为我永远都见不到你了，龙小弟。你干什么呀？我只是你的笔墨侍书，我又不是你的嫔妃。你别口是心非了。你知不知道这些日子朕有多想你啊？朕就不相信你的心里一点都不想朕。我，放开我！怎么了？咱们俩又不是没亲过。在山西你重伤的那段时间，都是朕帮你清理伤口的，而且还口对口的为你渡药。别再说了。微臣参见皇上。进来吧。皇上，一环脚受了伤，还是容臣先为他治伤吧。行，你先给他看看脚伤吧。怎么样？这伤要紧吗？伤得很严重，必须剜掉坏死的腐肉，才能治伤。啊，那不疼死了！早知道受这份罪，我还不如让那顺天府尹把我宰了算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当时在山西救朕的时候，那股不惧生死、不畏一切的英雄气概去哪儿了？我根本不想当什么英雄，我只是不忍心看你死而已。行了，我这没什么事儿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朱哥哥，朱哥哥，我们节后重逢，你为何看上去那么不开心啊？小平内服，大平外敷。
我是欠了你钱了，还是偷了你的米了？这脸臭的跟死鱼烂虾似的。世叔姑娘，好生歇着吧，下官告退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脚疼。活该，谁让你逞能？真的特别疼。你是脚疼，我是心疼。真正心疼你那个人，是我。朱哥哥，你看，你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？哎，说好了，刚才我一个劲儿的跟你说话，是你不理我的。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有多着急，像疯了一样到处找你？可你呢，居然愿意为了康熙这个狗皇帝，舍弃自己的性命。你知道我心里多难过吗？因为他是我的龙小弟，我们是结拜兄弟，他有难我肯定要去帮的。如果他换作是你，我也一定会不惜性命去救你的。原来，在你心里，他已经跟我一样重要了。你自然是要比他重要一些的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兵戎相见，你会帮谁？我自然还是会帮你的，朱哥哥。也不知道你现在说的话还有多少是真的。但就算你说的是假的，只要你还愿意撒谎哄我开心，我也把它当成是真的。欢美，你记住了，不许再为康熙以身设想了，因为他如果没有你，他还可以继续做他的大清皇帝，还有他的3宫6院72妃。而如果我没有你，我真的是生不如死了。朱哥哥，你没有了我，你还有光复大明的大业啊！光复大明是我此生最大的责任，可你却是我的命。如果没有你，那我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了。皇上竟然为李易欢去大闹法场，这成何体统？太皇太后，其实这也怨不得皇上。那顺天府尹啊，错抓了一批无辜百姓，冒充是对抗朝廷的乱党去邀功。皇上在法场亲自处置了这个顺天府尹，主要是为了安抚民心，倒也不全是为了世淑姑娘。这小丫头失踪了好几日。皇上呢，竟然呢魂不守舍的。太皇太后，这皇上在微服私访的时候，世淑姑娘多少次出生入死的去救护皇上。皇上正值青春年少，难免会动了真情嘛。啊，是啊，他那是为皇上立过功，可是不管怎样，他把皇上迷成这样，也都是他的罪过呀。皇后驾到！臣妾恭迎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吉祥。丽妃，快快平身吧。谢皇后娘娘。